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日节目一开始，向下来讲义，水污染同饮水是讲义嘅老问题。调查讲义水文环境13年嚟嘅土长镇文化学会理事长杨清良佢心痛嘅讲，政府害太人民又无人无力，让系一个老问题透长年无法度解决的原因。故说10年前一开始，同5条3期居民合作。 同洋菜路游嘅水路到比塘，恢复到本地嘅风放平原嘅功能。安尼沙期个唔会饮水嘅，饮田嘅水未加过强烈嘅。滴水神父也在比迄家己南坛，迄家己是将近27000的人日常用水嘅其中一个水源头。 水流下流过嘅都市，提供嘅一定好嘅水环境，本人来行检。唔过人生多万支河做嘅水，改变嘅家嘅设身密事。水含喺无停下来，带定一条河做绿绿布布嘅河做水，继续流定下。 家嘅家庭河做水嘅水冇处理过，就流到樽口去饮田。玉秀有家嘅农业嘅废水，再流到大海去，一年又一年弄安尼。13年前就开始喺调查家己水文嘅土长镇文化学会嘅理事长杨清良无奈何嘅讲，规个家己嘅水环境无水化嘅，且会引来引坏，原因就系政府嘅害太，韩国人民嘅准度好。其实也不是更不脏的问题，是完全怠惰不理，是怠惰这2个字来形容他们，也很恰当而已。 在嘉义这个城市住了将近60年，他的状况几乎是可以不改变的，老百姓也可以不需要感觉的。实在唔感染家乡的水资源变到引来引坏，杨清良一直希望做到改变家己的水环境。喺家己大埔市理工里嘅5条3期，但抢17户嘅人家，喺咧已經談唔到合法客家狀態。我們這邊發現了一個2000多年的那個魚寮遺址。 那是因為有專家學者到我們這邊來，他提醒了我們說，我們是不是客家人這樣子？哦，那我們當時也是存着一個懷疑的心態，說我們怎麼是客家人？對呀，他就說，因為你們拜的是三山國王，哦，那三山國王一般來講是客家的信仰中心。 只有够济嘅。啊，是因为三山国有够大，就袂当甲伤着。唔系，莫甲害死，啊，咱就使甲险走安尼，甲险莫去边仔莫互来安尼就好。 38年前，客家老祖公留下嘅三山国王嘅信仰，同時5條嘅三山國王，除咗必要地方以外，嘛清楚環保生態，要求村民做唔得去上海島太陽樹當紅嘅地位。89年嘅時候，他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那他三山國王就伏擊起駕，那起駕之後，他就寫了一首詩，哦，那一首詩他就是警示我們說，他廟的前面有這一棵榕樹，哦，那這一棵榕樹它是鳥在棲息的地方，哦，那就是說要我們不能在這邊跟它獵鳥。寮內談護生嘛，在魚寮的這個區域裡面，在談這一個守護生態的一個觀念嘛，哦。 王威教人心嘛，就是說他王爺的威信來引導我們的人心向善嘛，哦，把這個環境做好的時候，爺孫遊到江嘛。10年前，三山國王又在指示5條嘅鄉親講，要將老祖公留下來嘅水準和個比塘一道水利設施，再個恢復倒轉來。尾一出了第2首詩，吼，就是要顧這個。 咱護魚的那一個詩，好，就是說護我們的生態，我們的那個水路的那一首詩，那大家才有這個意識到，哎，是不是它這個有一個生態環境的一個意涵這樣子？
恢复原来的水环境，三山国王韩国理事长的想法请假嘅多。2008年5寮社區同土將村文化學會開始提做改造社區嘅工作，睇推動非港嘅土地後，有計劃嘅措施同節度嘅水準韓國比同前開來，恢復其本單嘅豐泰水韓國斷水嘅功能。2007年以後，這個地方整個一下雨，驟降淹水，淹到那個64號道路，整個都平了。那原先是種甘蔗，那後來也是三山國王交代的。對不起，也是他老人家交代的。他說：“我想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埤塘，要水池，所以也就傻傻的用10年的時間，在這個地方做這個東西，才10年才做這一塊。”這嘛是一半，阮王爺的意思啊。老師等王爺到3工，相對的老師出意見，有 idea 伊出意見，阮。就是幫伊執行做個工課安尼啊。王爺甲你講啥物？王爺講伊遐想要定這個環境啊，像講迄個水塘有無？咱迄個廟，王爺就是講，我頭前要有一窟水啊。最高曾經淹到這個地方。因為這地方整個都是淹的都是水，一般還沒整之前，大概在這個地方啊，都淹到這個地方來。最近轉橋前考慮以後，一直以來落太水就被做太水嘅5寮社區，淹水嘅地區足足推嘅100人公尺。港底水圳哈，疏通之前跟疏通之後啦，疏通之前哈，一般的淹水幾乎都會到這一個電線桿，就是說我們那個路燈的電線桿這一邊啦。那麼前幾年開始疏浚以後，哈，現在的水位都差不多在那兩根有黃色警示的那個電線桿的中間那個地方。另外，也拜恢復轉橋韓國比同嘅工廠，用嘅攏係傳統嘅自然工法，順定水流嘅方向，結石頭作比頭，水就唔會流到岸架。本土地有時間來斷水、過濾水，創造友善嘅水文環境。生態嘛，悄悄地潛過來耶。它有自然過濾系統，然後多孔隙。你說有一次我做料不好，個石頭個開開的時陣，3個月哦，石頭開開，裡面都是蜆魚，攏才到位。這裡面空隙裡面鱔魚、泥鰍都很多。水本來它要怎麼流，有一個大自然的規矩，幾十年後它還是回來。但是我們人就是用人的力量要改變，所以。人定勝天這個概念，我想921以後沒有人再敢講。社區嘅居民同學會橋下公共事業作為10年，原來農高高嘅16公頃嘅濕地，一下已經係樹木林林嘅，愛樹叢地背變成嘰嘰喳喳嘅調嘅，樹底下台灣嘅無山羊是等濕潤嘅草嘅。你看漂亮嗎？這個環境，小羊在裡面，黑羊在裡面很漂亮。那羊的排遺跟樹有很好的正面的影響。羊需要吃草，這裡草很多，那羊可以吃草，吃草可以解決林相的雜亂。那看得也好，樹也好，那對社區也好。楊清良理事長講，假使做得好好嘅來利用嘉南平洋，本單就有嘅比同韓國水準，就做得來改善貴嘅嘉義，唔係皺兮兮嘅，就係做太水韓國污染嘅問題。如果把水留在這個地方，樹可以長得很好，環境可以補助這地下的浮流水。這個地方水多了，沿海就不會下塌。水留在這裡，一旦第一個可以調節。不遠的地方，故宮那整條線的淹水問題，把水池完的用洪泛平衡的概念留在這裡。如果說缺水了，可以這裡補助。今年用理事長有票嘅5寮嘅總結，防鐵無用嘅比同，我來學韓國康泰5寮水文治理嘅經驗。但是我們覺得還不對啊，可以更好啊，所以我們就租下了那個九瓊埤。5.477公頃，1萬多坪的埤塘，他們埤塘水利會也認為說那個沒有灌溉功能的，但是可以治洪，
所以我们想那个认养以后，用友善环境的方法来耕耘，把那个地方也把很多水可以留在那个地方。用尽量讲，面对气候的变化，未来嘉义唔会做太水，就是无水好用的问题，将会引来严重。伊希望结合加拿大的社区和政府单位，叫下来政策，不但就有个系统，同时措施来改善企业的排水。这个透过转沟来串联，变做一定法的防范平用，来改善嘉义的水环境。